来这件是这个照护中心去互抢劫，徛伫个家己得家的台中英明总病院湾桥分院的照护中心，再去互抢劫。一个男子摕这个辣椒水喷2个女员工，甲准备要发互员工的薪水99万外抢咧走。这警方调100外支的监视器，伫个7点钟内就掠到人了。伊是病院已经离职的外包商的员工，已经因为欠钱来行险路。伫安全帽的歹徒犯案了，桥头摆离开，互沿路监视器翕到，警方真急着掌握行踪，7点钟内掠到这个41岁姓郑嫌犯，将这钱找回来。这件强盗案发生伫嘉义德家乡台中英明总病院湾桥分院照护中心。昨早起，这查甫人为病院后壁照护中心办公室入去，迄一天多要发薪水，差不多有几百万。嫌犯较早是病院外包商的员工，抢超过99万的现金逃走。因为事业缺钱恐急啦，然后因为他原本是这个湾桥农民医院的水电外包商的员工，所以他才有起心动念有这个坏的念头。办公室干那一个入口，外口阁有一个巡逻箱啊，不过平时无警卫伫遐顾。警方嘛呼吁讲，若类似前行业者有领大量现金的时阵，会使申请警方来保护，安尼较安全。